我嘅聖經講是家啲，在詩篇記62提了，單強獻前上帝是家得到天嘅心，單強獻上帝是家得到朴天嘅盼望。在呢個詩篇記62提7節，且單強耶穌基督是家嘅憑撒。是家得救，佢係一個想法，是家唔係交通。嗱，所以是家認識耶穌基督做家救主，基督係一家嘅想法，是家嘅憑撒，是家腳譜唔係交通。嗱，獻前上帝，親密家己，禱告家上帝，佢本是個偏情嘅心，因為是家嘅盼望都係從上帝嘅嚟嗱，係講是家嘅盼望從上帝嘅嚟，是家嘅心中熱天，是家得到強，是家唔係交通，因為到基督係是家嘅憑撒，耶穌基督都係是家嘅憑撒，是家嘅想法，佢本是家得救，嗱，所以是家嘅信心閘門，耶穌基督是家嘅上帝，是家嘅救主。阿門。